我们就好。啊，其实内面重要的，这个我们连歪啊，骗犯罪啦，对不对？像你来做到说，因为感官，以前你经纪人有收啊，但是因为你经纪人有收，你经纪人来监管来搞这个世界，但世界这种重心可看得我，咱重心嘛可看得，咱重心嘛，咱今日有点来监管。所以讲啊，双鱼啊、双月啊、双牛啊、双鸡啊、双鸡啊，有点简单来个情况，你放在里面，钱咯，东西不多，一个什么酸这叫做红啊，这东西不多，其实你这个有这个经历的这当中不多东西，一个是酸这叫做红啊，伊嘛是那个。动画引擎啊，口化中心啊，所以咱今日因为重心随时咧换，重心是一个因素，人嘛是重心的一类。咱咧讲的时阵啊，重心是咱人家讲作伊嘛是重心啊，干平呢，伊嘛是重心啊，但是重心这个重心咧讲讲人的因缘，因为伊本来。前面因缘来到这个世界，甚至为情缘来到这个世界，个人因缘不同来到这个世界，但是伊本质就是哪，就是有一个主角，有一个主角，这个物件，讲到轮回的主角什么物所以讲即为众生，又说众生正宗。你今看迄个是众生，但是你有轮回的在这，就今日讲嘅，咱叫做别来的。但是这种刚好被重心就是干功能这样，所以呢，我再来讲，今年打工干的功能，打工功能，但是你可以写主性出来的这当中，因为一写主性出来的这当中，弄起来这么变化，所以呢，一写主性就是不一样，所以你去找当中啊，好，说的，如果是零一价、一价、一价、不一价、不一价，因为。或者我是后来，因为伊嘛是用无段亲情语言，然后无段亲情语言很多，这段当中嘛讲无人，这最讲什么？因为那个印证是好，因为那个不发，因为变成功法，变成主角，今天变成主角，讲讲的众生，讲讲你呐，也唔是了后面破功了。你用不公了，所以这种不得讲啊，较无奈，是讲如来是第一讲，这个是我种清净语言，真的不虚嘛，真正的不虚嘛，真正的真实嘛，真信嘛，我不得根本是真信，我就咪去骗那个我一向是用光去结婚，讲到第14分，我讲的完全甚至我讲所有真正。我直接去讲用模仿语言来讲，所以说情义家，如果是情义家，心就是无虚，心就是真心，心就是无虚，心真是心，真真是心，如一讲如就是用着讲正如啊，正如一个他思维，正如就是讲咱的心境。清净的本心，这个就是讲清净的本心。我用着我清净的本心，无经过着这个出口的物用清净本心来保证，所以清净本心，这个就是开始的。所以，咱讲到看到。我说刚才讲儒者是公正主权，你马上开始这个主权，你马上开始，这个情啊，是任何都在开始。可刚才讲的说，伊用着主权，伊用着情的发生来保证，那安尼当中，这经思考不上。我不得用的，安尼个过程你唔相信，
结果嘛，今天我走啊，对了吼，所以说，如来心不弘一教，狂就是狂语，狂就是欺骗，万福如来讲欺骗，我从来讲欺骗是你讲，如来不以一教，一是出，一就是改，一这个一的是啥？一的说变异，变异。我今日讲咧，我就来讲啊，今日讲我就来讲啊。我如来会提供正义，所以如来用这五种语言，大家看好些。哦，如来看这就是这个道理哈，咱讲的比较可好。